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转弯世角，台语安尼写，转弯世角，拐弯抹角，讲话也则是做代志，不干脆不爽快，台语讲转弯世角。伊是真热心，但是就是带一个撇，讲话总是爱转弯世角，无够阿萨利。歌文提讲，伊是一个简单的人，做人袂晓转弯世角，所以不是咧得失人。阮兜住真山顶，就爱转弯个世角才会到，无真好找。转弯世角的细细细念，唠叨啰嗦喋喋不休，都是细细念。嘛使讲插插念、搞搞念。伊就阿婆仔性，一支喙真爱搞搞念，所以顾人怨。代志过就好啊，你搁插插念，实在听着真烦。你安尼细细念、细细念，一直念，敢袂喙焦？若转弯世角的角，有一句俗语：扫地扫壁角，洗面洗耳孔。壁扫就是壁角个上会转过，壁无功夫；洗面就是耳孔上会跳过，洗无清气。所以壁扫都要注意清壁角，洗面嘛是要注意洗耳孔。就是你讲做代志的态度，爱认真透底，袂当清清彩彩，干那做表面的工课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转弯世角，实在真趣味。